咱们开广播电台台长、罗台长吼，来大家迄个高压声来方面吼。哎啊，罗家长吼，其实伊嘛毋是即个讲对台语文吼的部分吼，即个自底行即条路嘛毋是啦。吼，啊毋过呢吼，咱罗台长伊对即个广播电台，我讲伊做即个遮尔侪集的即个单位。广播小说改做广播剧吼，即个真正是大工程吼。因为古早本来嘛有制作公司想要甲单位的小说吼改编做迄个电视剧，啊结果毋知是资金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无成功啦，吼啊所以无变做是伫电视放送，吼啊无想到讲竟然前几档开始吼啊有即个罗台长的即个热心投入吼，啊搁用足侪时间精神去规划，吼，相信大家若有听过就知影吼。其实要逐集安尼，虽然讲毋是足长的物件，毋过你爱去规划讲，吼，可比讲伊有邀请足侪，有诶是作家，有诶学者专家，也是讲有真侪即个台语文诶作者作家吼，去即个讨论，也是分析，也是去欣赏即个单位诶即个逐篇作品内底一寡物件吼。我嘛有互邀请讲其中几集啦吼，就是讲伊邀请，无邀请规堆的即个算做声优安尼吼，就是迄个声优，咱在场嘛有声优吼，迄个军聪甲宜兴吼，宜兴主要是宜兴吼，对，有做侪集。地公我知影。嘿。刚，起地刚。哦，地公老师吼。对，就是反正咱算做讲透过安尼，虽然是敢若声音吼，毋过已经真无简单会当变做是一个广播剧的形式。因为其实遐个小说材料拢有啦，问题是讲你要安怎去呈现吼。之前古早嘛有人即个毋是讲专业，但是就是讲真有心要甲单位的小说也是广播剧的物件，甲伊变做是舞台剧吼。之前嘛是有建成扶轮社吼，因嘛捌试过啦。总是就是讲，要亲像安尼做遮侪集，吼，这真正是，我本来想讲是有一个大团队吼，但是敢若看，敢若是罗台长一个人较主要吼，伊咧舞吼，伊咧规划联络，来，遮尔侪无共篇的小说呢，拢透过有人当然读嘛，但是读以外，伊邀请做侪无共款声音的即个台语老师也有啦，也是咱一寡少年辈。就是安尼来去呈现，用另外一种方式，是毋是用读的是用听的毋过伊嘛是有文字有附伫顶面互人看嘛安尼的方式我是对推广咱即个台语文化嘛介好的方式，所以今日就邀请咱罗台长来甲咱小解伊安怎去规划这物件规划过程已经几集啊？那几集啊？有24集嘛，24啊，搁后壁搁有12集。安尼毋就36集嘛好，36集。即马新的年度有啥物计划嘛？等下请罗台长做伙来分享感谢，请罗台长。真欢喜今仔日有即个机会，最荣幸感谢洪辉老师邀请我嘛算真好打，敢真正拼起来我着感觉讲洪辉老师来甲阮帮忙，我嘛爱回馈一下，所以就答应啦。我毋知影讲这是一个其实真正式的一个活动安尼我对台南其实我是伫咧台南上班，但是我是嘉义人，我是嘉义水乡，你敢知影什么所在？有人讲你若讲水乡，爱讲水上才对对啊，来水乡就是阮的密码，就是在地人讲水乡，外地人讲水上安尼。台语就是啥咧做奥妙嘛所以我对南部一个讲台语的环境来到遮，号称是伫咧外口听无台语的都市。就是讲即当遮讲台语的人可能无阮南部遐济，所以我讲我真勇敢讲起来，嘛真感谢大家无弃人，今仔日来到遮，听我来分享阮做节目的一个过程。我毋知影讲大家敢有人毋捌听过举手者好无？我会当了解一下，毋捌听过阮的节目的。OK， 谢谢。有啥物人想要来？所以嘛是有人无听过，所以我会当小可等下简单介绍一下阮节目的即个形式安尼我想我先对阮的迄个节目做一个介绍安尼。
我是热家师吼，大家知影吼，家己的家己我家己人，啊师落可能阮爸母希望我伫咧家己做官的款，不过无机会吼，因为我也无考什物公家机关，也无什物背景，所以就做一个小小的电台安尼。啊，拄啊，洪明老师讲，听起来咱想拢我一个人咧舞，其实广播电台其实就是会当单枪匹马去作业，但是即个节目绝对毋是干那靠我一个，迄是无可能的。大家听到内底遐尼侪声音吼，啊，搁有就是在座凡是有曾经参加阮的演出，但是我可能捌伊的，因为阮有即个广播剧是线上伫咧录吼，若有无认着，歹势咱来甲我相认一下，因为我知影名啊，毋知影人是做啥款安尼吼。不过在座有3位，我熟悉就是拢有来参加阮的演出，拄则洪明老师有介绍，哦，宜兴甲群创拢带来吧，啊，搁有市里港是讨论过来吼，其他等下相认一下。好，安尼我先来针对阮的节目做一个介绍哈。我的题目叫做用声音还原台语文学。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毋是即个台语文学的节目，我一开始做的是人讲卖药的节目。其实台语电台一般互人的印象就是拢咧卖药啊，恁敢有即个印象？台语咧卖药啊尔吼，你感觉台湾台语是做迄个较有文化的敢有？较有文化台语节目，敢有？是真无嘛？有，但是可能大家像中央广播电台，可能大家敢有咧听。央广伊是对外咧放送的对无？所以咱内底咧存无，你爱去网络去听才听有。啊，若其他台语电台其实较少人做台语文化节目，因为迄是袂趁钱的节目。袂趁钱的节目，一般台语电台头家袂去支持你做。啊，我真幸运就是讲，阮头家吼，愿意花淡薄仔时间，互阮做即个会当对社会有淡薄仔正面意义的节目，所以阮才有即个节目的产生吼。应该对遮。好，我先针对阮的节目做一个介绍。阮的节目叫做暖暖站门溪。伫咧2004年2月份开播，所以拄啊好到即个月拄啊好满10档的时间吼。其实我做广播已经做30年了。我伫咧1994年，拄啊好30年对无？1994年大期要第9档30年吼。我想要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做暖暖站门溪吼？伊是练，这是来是无什么创意对无？一世纪都有练啊，练风尘啊，练北回线啊，练什么我足济。迄当时因为阮即个节目是真仓促吼，伫咧做时间足标准况之下，阮头家讲叫我去有一个棚2点钟临时找无主持人，迄主持人临时任命讲半夜去休困，叫我去代班的时阵，我就好啦，无即个名好啊。即个名我是希望有一天，阮的专门客电台会当互听到，会当互看到，所以我叫做暖暖专门客，因为本电台叫做专门客电台。我隔摆来敲电话来台北，讲我是曾文熙电台，曾文什么？曾文 T、曾文基、曾文我台南一条曾文 K， 曾文熙嘛，拢会解释足久的吼。不过我感觉即几年可能靠人捌阮啊。我号即个名就是希望有一天阮会当互看到，所以伫咧2018年真正互看到，因为今年阮摕到广播金钟奖的迄个叫做最佳非流行音乐的广播节目，大家敢听有？最佳非流行音乐节目奖，非流行音乐节目，即摆即个奖已经无啊。我是末代得奖人，因为过几年就改做类型音乐奖啊，所以即个奖已经无去啊。伊有做类型音乐吼，所以阮即工真正有看到，所以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事件吼。差不多伫阮节目伫咧开播4档后。这是阮即个节目大概历史啦吼，就是主要是摕到文化部的补助，甲摕到广播金钟奖的入围甲得奖安尼吼。好，这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其实阮一开始一个人单打独斗一个人吼，阮做节目就是一个人，对企划、对制作、对主持到反正拢是一个人冒就对啊。到即马，其实阮即马真欢喜，就是阮有真侪团队的加入吼，这是。参加阮旧年即个单元小说广播剧录音，内底就有3位伫咧现场吼。即摆阮来到特别来到台北录音的吼，所以
其实大家若有兴趣参加录音的朋友，其实我有机会来台北录音，免着拢拼去台南，吼，过来。这是来到阮电台吼，对，这是阮替迄个单林坡文化基金会录迄个集合放假的迄个演员安尼吼。所以我讲10年的转变，就是讲我对一个人开始，直到即摆，阮其实有一帮袂少人对台语有迄个使命感，不只有兴趣，还有使命感。敢若有兴趣，敢若兴趣安怎就是讲吼，什么时间咱要录音？我迄讲无用呢，这有这兴趣。什么时候要录音？我迄讲好，我甲代志调开，我来甲你录音，这有这使命感，这差不多这。所以我咧经啦，我会经有使命感的，有兴趣的，我就谢谢再联络哈。再来就是，这是要互大家知影讲，我对一个完全对台语文毋捌的人，我伫咧4年前接触陈雷生的小说开始接触台文，所以我。家己迄5本读完，还佫有乡书簿记嘛，差不多读完。然后我去裸考，因讲裸考就是讲无去上课，无去创啥，去考出来是安尼。其实我毋是讲，对，应该是爱发一声好啊，对不对？我意思是讲哈，个人有这无算讲足好的成绩，但是是阮公司的同仁，阮遐的电台的同事拢讲，因为拢考过。台中你考一个，你节目主持甲安尼，你无去考，当然会知影你的实力是安怎？我讲，我的实力敢倒爱搁教育我来证明？讲无啊，你是讲啥物拢无啊？我来考，我考出来是安尼，伊就拢点点啊。我意思是讲吼，其实读陈雷生的作品真正进步足济。各位你若不管要考啥物啦吼，就是讲，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训练。一开始我看无，我对迄个尤其是汉语我无问题。迄个罗马拼音吼，一开始敢若迄个进变擦，我研究有够久诶，我嘛无咧问人，嘛无啥人知影讲啥叫做进变擦。你敢知影进变擦？安尼你无看过红树波记对无？进变擦，进变擦，你看我发音我无啥对吼。我是研究足久诶，才知影讲原来迄句是安尼读啊。所以其对小说内底找线索，就是讲共款的音标，共款的迄个罗马字要安怎读。安尼豆豆仔练出来，所以我其实无经过上课，但是我真好就是讲，我有真侪老师会当去拄着啊录音的时阵请教一下，安尼豆豆仔扣，豆豆仔扣，所以我也扣出安尼的成就，这是我个人的转变哈。好，甲咱单位小小个人的经过，其实就是伫咧2019年迄年的时阵哈，20年的时阵啊哈，迄年我常常受着要做台语文化的广播节目，我其实我伫咧。做台语文学进前，我就做迄个华语的文学。我甲华语的文学翻做台语，家己伫咧节目内底播。譬如讲，我做过韩愈的3部曲，李调，迄是个客家的作家对无？爱用华文，所以我翻做台语算嘛真厉害。就是讲我家己用我自认为是正确的台语落去播安尼吼。我嘛报过吴念真的《甘露人生》。是伫咧《金周刊》连载，你可能都毋知影，迄10当前的迄个专栏，还佫有迄个什物郝广才 One Day 有一天吼，这可能大家都毋知影。但是我感觉遐个文章拢是很小品，所以我拢摕来节目伫咧报。我伫咧报这个华语节目的过程，我都要有一个翻译的过程。伫咧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不哩辛苦，因为以我的才调、以我的实力，我做这台语词其实是拢是华语的思考吼。拢华语，先有华语才想台语，结果定拢讲出一款，我即摆翻头等去听遐个节目吼，感觉讲，哎哟，哪会见笑？这拢是台语，哪会讲出迄个台语出来吼？所以我当初开始翻译华语作品，到接受到陈雷生的迄个作品，我才知影讲，原来咱台湾有一种文章是用台语写的。我发现的时阵，其实是非常非常欢喜嘛真感动，就是讲。竟然有人我都用台语写文章，其实各位，恁若是拢看来吼，就是恁拢做习惯看台文的，恁无感觉奇怪。我若去问我迄班的同学，应该是10个有8个毋知影看无台语文，吼，这应该是普遍的现象吧。吼，阮的同学，虽然讲台语，但是台语文看无的足侪，所以我知影讲会当用台语文写文章，所以我做节目就有够轻巧的。因为咧，我就免翻译啦，
我定定伫咧节目内底，我第一届报单立生的销售作品的时阵，我拢甲听友讲，我一字都无改，我摕来照念，大家听到就是我念出来的内容。我讲单立生咧，就是用台语写文章，完全免有迄个翻译讲或者转译的过程，免翻译，直接念出来就是台语。这对我来讲是足震撼，台语安讲，足 shock。所以这个我台语还不足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讲，有安尼文化作品，咱就应该报互听友知影。所以我当初我就想要做台语的文学节目，毋是华语的文学节目，是用台语写的迄个小说作品。我即年呢，我就拜托阮家己一个台语的迄个，原来算是先教，叫做萧庭春老师。伊嘛是咱教育部迄个闽南语书店的编辑委员之一。伊家己真侪伊的徒弟仔就对啊吼。所以尾后人叫我去找，我就去拜访伊。伊嘛真爽快答应。伊就帮我整理足侪，因为我对台文无熟，伊就帮我整理足侪人的作品。即内底包括有戴女生的作品，包括有迄个陈金顺的作品，包括胡长松胡忠雄嘛足侪人作品安尼吼。其中戴女生伊甲我推荐《乡树宝记》，我想讲《乡树宝记》既然是宝记，可能短一篇宝记嘛就报一个尔，讲这个无来。结果我去找着《乡树宝记》的时阵，想考出来，哪会遐大本啊？迄本差不多22万字，22万字要做一集50分钟，敢有可能？完全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我已经报去咧文化部文化部遐委员可能嘛戆戆，毋知影讲这一集是要安怎做？这做36集可能阁做袂完。我捌去也算过，我来做这本册可能要做2档，22万字。阮的广播剧一出，若讲差不多50分钟来讲，至少要差不多5000字吧。所以22万字，大家算看嘛要做几集？迄是应该一年做袂完。我当初讲，结果哇，但是头洗落去啊，安那？还笑他？咱头一个节目会头目使，无剃袂使啦，笑他头洗落去也无剃袂使对吧？所以我就只好做做的时候我就伫内底拣一篇，或者《当树宝记》来做，《当树宝记》是内底较短一篇所以我伫迄当阵开始接受咱陈立生的迄个小说作品，才知影讲原来咱台语的即个作品遮尔啊丰富也所以伫咧迄个时阵改编即篇阁有后壁我阁甲讨2篇小说作品，《美丽张老男》甲《某阿带新妇》，这是陈立生的伊尾仔提供的。即个过程我想要讲一个陈立生的人伊虽然已经伫咧台语文化界已经遮尔有分量但是我甲写mail过去的时阵，我是一个伊完全毋捌的人。我当初透过迄个《海洋杂志》的编辑，伊互我mail，我写mail过，我讲陈立生，我想要来改编你的作品，伊就足爽快就答应啦。煞入去，我提供一款小说作品互我，所以我对迄个时阵开始来改编然后伫咧2021年佫改编2篇。也算入去，陈立生咧嘛对阮诚无起就是讲伊尾仔有迄个世界台湾，我名地也拢念袂出来，就是线顶的台湾文学的欣赏会，一个月一届，伫咧拜六暗时恁敢有就上去听过？有谢谢。阮伫咧2021年，迄年应该大家有听到阮的录音节条，阮的乱伦专门客团队。因为真侪文章，陈立生咧是请阮家录做声音档报大家听咧所以迄个时阵开始一直到2022年，我就开始念单字的第一篇小说互听友听咧过来，台语文学节目的呈现就是讲因为台语节目、台语广播，罕有人制作艺术文化的节目，一般拢咧卖药为什么卖药就是台语节目咱台湾的广播的环境其实是安尼中广啦，什物迄个Number Kiss Radio 也是讲咱遮什物什物 Best 就是恁拢无咧听广播好，遐个国语的节目因扭广告真好扭，因为人感觉因水准较悬，所以你若麦当劳的广告便士的广告拢会上因遐个华语的电台。阮即种电台呢，其实是因为阮的范围足细，过来就是讲大家感觉台语了拢咧卖药所以真侪广告袂去上阮的电台，阮就只好
卖药啊。但是卖药啊是咱迄般咧讲道的迄个较早咱咧看电视，阮爸阮母讲咧卖药啊，紧去要创啊，紧去卖药啊，就是广告啦。哦啊，即摆电台其实卖药的较少，拢卖食品较济，食品较济吼。啊，哈咧有人伫咧台语的广播来开安尼的节目，因为安尼节目袂趁钱。但是我想讲，阮头家既然就愿意互阮来做，所以我就想要做较文学性的。伫咧2019年的时阵吼，即年阮报文化部，这毋是老人专门体节目呢，这是另外一个单元，叫做故乡生活台语诗。我伫即个时阵初步看到台语文的物件，但迄当阵是诗，写诗的迄个形式。不过伫咧遮头摆接触到台文的作品，搁再来就是伫咧即个时阵。阮开始做台语文学的广播剧，我就是讲要伫咧广播节目内底呈现咱的台湾文学，包括台湾的历史甲台湾的母语，所以阮片头就是特别有安尼设计，希望讲大家透过即个节目来熟悉咱的母语，熟悉咱的历史嘛，接受一寡台湾的文学。到了2021年，阮做过即个节目就是70对转，台语老歌吼，迄个望春风、乌雅辉、花鸟秀，拢是即个阶段吼。过来，阮伫咧。应该是去年，可能有真侪朋友是透过即个节目熟悉阮电台熟悉阮即个节目。这嘛佫是一个华语的绘本翻做台语的一个广播剧吼。不过，阮对即个时阵开始，阮就做台文的剧本啊。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突破。阮过去的剧本，敢若阮看有尔，吼，就是讲阮演台语吼，但是迄个剧本可能敢若阮看有尔，因为迄内底就是不伦不类，就是华语、台语、黑白豆安尼吼。因为毕竟我无是受过训练，但是到即个时阵开始，阮就做正经写台文剧本，佮请台语老师甲阮做教程，所以阮的剧本出来，阮就敢互阮的剧本伫咧即个影片互大家看，所以你若有去点迄个 YouTube 来看，会当看到剧本啊吼。佮再来，我想要关头讲一个台语文化广播剧吼。我迄当阵，即个节目吼，阮无剧本。互大家看，因为我咧讲，我咧剧本袂当互看，因为就是不伦不类。但是有人讲无字幕吼，看着最辛苦，听着最辛苦。讲叫我哪会上字幕，我就伫咧阮的 FB， 我就做一个调查，我讲真侪人敲碗讲我要求讲要上字幕，我就问大家讲，恁大家希望是上台文的字幕，也是中文的字幕？敢有人有参加阮的即个发表意见吼？叫恁敢知影？大家希望上什么字幕？台文字幕，为什么台文字幕？啊？音较对会起来。对。有人讲你台文字幕遐个看无台文的，伊嘛是看无啊。看久的。我一开始我想要上中文的字幕，因为我想讲。应该是爱互遐个台语听无啥话人知影啥物意思，所以上中文的字幕才对嘛。不过讨论结果是8项人讲爱台文字幕，其中一个互我愿意用台文字幕是有人讲，因为台文字幕即满足少人写的，你爱互迄个能见度较悬的，我就用台文字幕，就即个理由，就无别个理由啊。但是各位有当时咱去想吼，其实我迄个想一个问题，咱的节目是要做互听有台语的人听。敢若听有台语的人听，还是嘛会当互一寡听无啥话的人，但是会当透过咱的节目学台语，恁感觉咧？都想要学台语，啊，毋过我袂晓看字幕，所以我会去找迄人台语我会感觉看。所以你你看无台文字幕，但是我若上台文字幕，你会当去查就对了。所以你感觉台文字幕是对你有帮助的？若一寡少年的吼，若要互少年的看，要安怎？恁感觉会上什么字幕？共款，嘛是台文字幕，应该家己强迫家己去。有需要的就去查。有需要的去查就啦。我其实咧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咧想，咱要挽救台语，咱若干若伫咧咱的科学来挽救。就是讲，我拢做互咱即个知影会晓台文的人听吼，就是伊看就是咱即帮人，即有这同温层对无？
若要互涂稳成外口的少年来听要安怎？是毋是要有其他的做法啦？吼，这大家当想一下，我其实嘛一直咧想吼。好，咱陈立生的作品其实是无问题，就是伊是原汁原味的台语文学作品，所以其实这是我有史以来编剧上轻松的节目。我认为是无编剧，我是也改做迄个拷贝对话用对话整理出来的，我差不多是无编剧。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陈立生的作品已经是台语的物件，已经是台语的物件，而且伊的拷贝写了足水气的。我无法度搁用其他的文字来解释陈立生的作品，我嘛无迄个才调，我嘛毋敢，因为开口完全无共，所以大家若看到讲即内底，我当时来插一寡对白，是因为无够长啊，毋是没有教堂，是迄个时间无够长，我爱甲拖较长，所以我着爱插一寡对话入去内底，甲迄个时间去活长。除了安尼以外，我袂去做任何的改变，我是原汁原味，互陈立生的作品出来。所以各位今日咧听，你听我的节目，即届你会发现一个足无共的所在，就是拷贝特别济。其实广播剧吼，袂当安尼搬，讲真诶吼，我差不多降一半会去啊。所以我其实，尤其文化部的安排，拢4个月来爱甲30来去做出来。我当时做到尾也足切家己，为什物要安尼做？拢是我咧录，因为拷贝降一半，啊演员拢足轻松的，演员也无几句的，啊所以。但是拷贝这原因就是我拄仔解释过，我想要互大家听到即个陈立生的足好的作品吼。所以这是一个广告形式的广播剧。我希望大家伫咧听的时阵，莫家己当做一般戏剧，因为其实你嘛会当快转啊，就是讲你拄着来宾介绍，就你甲快转，你就会当接落去啊，你就会当听到足适拍的。啊，若拍 case 可能较歹转对吧？啊，为什么要安尼做？就是我希望大家好好去欣赏伊的文学迄个滋味。搁再来就是我内底及时有一寡专家、一寡咱台语的老师来去解说迄个作品内底一寡台语词、一寡背景。因为陈立生的作品内底藏一寡机关，若无特别甲讲点出来讲吼，其实大家听过就过啊。啊，其实即内底有足侪机关伫咧内底吼，所以想要互大家了解讲陈立生的小说作品伊的文学甲历史的记载，所以我用即种的方式。啊，足侪人咧听吼，一开始会感觉袂惯势，后来惯势就好啊，因为感觉袂输吼。咱今仔日坐游览车去一个所在，譬如讲咱若出国去，譬如讲去北海道、北海道，一落去，哇，讲迄边我捌去过，我毋知大家拢要踮去倒位。来，迄个时阵若讲，等有导览解说哦，来听咱的导游那介绍，可能我来感觉，这也着要介绍吼，这着家己看、家己听就好啊，家己去佚佗就好啊。但是有介绍无介绍差咧倒位，就是我拄仔讲的。你会毋知影伊的价值伫倒位？一旦有人甲你介绍，你就知影讲伊的价值伫倒位。我今仔日做一个较特别的代志，就是因为顶日阮今仔日上的迄个 YouTube 就是陈立生的，我感觉伊足用感情去做深的一个作品，叫做《The Unspeakable》。伊伫咧内底咧讲，即个小说的时阵讲甲用要喊出来。毋知你有听到无？对，是，你有听到？伊咧讲陈仁波的尸体，因某咧处理尸体迄个过程讲甲哭。我就知影讲，这真正是即个小说对伊来讲是一个足深刻的，所以，但是你若无人来解说，你毋知影讲伊的作品内底价值伫倒位，所以大家当然会当对今仔日即出开始来听看卖咧。啊，今仔即篇搁拄啊好有较侪音乐，因为阮的音乐拢摕掉去啊，所以这就是人讲广播剧无音乐是要安怎听啊？对，因为音乐爱版权，版权拢足贵。啊，即就是特别拜托一个有分口琴的小姐，伊拄啊分迄曲，感觉真好听，我就特别写信甲拜托，爱着答应着互阮用安尼吼。好，所以今年阮的方式是安尼。这是一个较毋是正统的广播剧，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试验哈。也，这是一个简单的资讯，大家若等于还佫有12集，我已经报到第24集。啊，即礼拜选举过恁敢要报的，或者报旧婚，嘛是陈立生的感情用足深的作品，对，迄出你讲到迄个40年无缘的吼，就是20当前两个人谈恋爱。
但是尾也无缘，40当后佫再见面重逢的一个过程，对。啊，阮报上的时间是礼拜日早起10点到11点吼，啊，暗时9点到10点电报。啊，我真希望大家若有时间啦吼，就即个时间来听，为虾米呢？因为你若听事后上过去到网络 YouTube 甲迄个 Podcast 拢无音乐，啊，一寡音效嘛拢摕掉咧。我咧讲的无版权，但是你若同步来听，会当听到上完整的节目。啊，我知影讲有真侪人拢会伫咧即个时间听，因为阮有一个后台咱去咧看，即马线上收听咧听的人有偌侪人。我逐礼拜拢有去看，拢有去偷看，偌侪人咧听咧吼。即摆的人吼，足好命。即摆的人，你讲叫伊时间到才来听，谁理你啊？即摆大家看电影讲讲，当时什物东森的预告吼，东森电视台当时要播啊，你乖乖踮遐看，敢袂 ？Netflix 对无？即摆 Apple 这拢会当，或者你随时想要看就看。安尼大家知影讲，为什么我要安尼做？因为大家若拢伫咧网络听节目，无爱听阮收音机的节目，阮收音机的广告要互啥人听？无人听，无人听，阮遐的客户做广告，敢有效果就无效果。客户做广告无效果，因就无上广告，无上广告，阮就无收入，阮都爱倒打。所以我拢鼓励大家听现场的吼。你即时间来使，阮会当线上收听，你会当摕到较完整的节目哈。再来就是，即摆阮经5本，经37篇，制作36集。啊，简单分类是安尼吼。其实总共5本有100几篇的小说啦吼。敢有人5本拢看过？敢有？单于第一篇小说5本拢看过。哦，所以在座各位拢是啥物来路，我都毋知影。啊，所以我诚勇敢起来，而且我毋知影大家是，所以你无看过单于小说？安尼啊？无看到5本较济啦。无看完。无看到5本较济。好。其实我鼓励应该要看完，因为伊逐篇故事拢无啥共款。伊总共写故事的，啥物故事就写。我画无紧的是因为无好演啦，就是讲迄画较视觉、较画面的吼。譬如讲内底有一篇我真喜欢，我尾也无选，一个老先生去百货公司的柜台，看到一个柜姐有够水，甲迄个柜姐请倒去厝里，做雕像对无对吧？迄篇足水的，但是广播就歹表现的，我就无紧。还佫有一篇，迄个宋哲来大家知影宋哲来，我咧招伊做阮的顾问，我传我的作品互伊看，我经这30篇互伊看，伊讲。你哪会该做的拢无做，做到遮我都毋捌看过。伊讲你是大头兵毋明良爱做啊，啥物酒脑拿，啥物后摆啊，我迄话做过，但是大头兵我无紧是因为内底拢无查某的演员，拢查甫的角色。本电台上欠的就是查甫的演员，查甫的演员为什么遮少？阮家有一个乌脸或者林瑞坤，伊甲我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查甫的较笨蛋。伊讲你注意足侪学习的课活动拢是查某的较济。有影你看，咱在座嘛是查某的较济。咱女性朋友家己拍一下呼啊声者。查甫一定该替拍呼啊无简单因为所以阮的演员查甫有够强，所以我嘛毋敢报，无一定找无查甫，伊内底几十个查甫的演员内底伊阁有写几啊个。阮最近圣诞节的迄个进前，拄好有一篇叫做《圣诞节的笑脸》，迄篇嘛是几啊个。陈女生是医生诶，而且迄篇伊讲是伊亲身的经验，所以陈女生的人真正是足趣味，伊作品大家应该会使去遐看一下。这是阮即届36集的内容，即摆已经报到大树公所以过来阁有这12篇，这12篇其实拢足精彩，各位毋通想讲好料拢过也无，好酒伫网底拢伫咧后壁。你先出过这样代志，这点啊，互人提出来讨论，把书顶的革命啊、开始讲有，抑佫有红毛丹即个讲28，起消费嘛是白色恐怖，存去山尾面嘛是白色恐怖，所以后壁12集拢足精彩，请大家会当听一下。再来就是好，
即个单元小说的即个广播剧，阮就是用安尼方式，而且是安尼演员吼。阮的广播剧是安尼吼，就是讲，其实足侪人拢想要来演，想要来搬，但是阮的角色无遐济，足可惜的吼。啊，我嘛爱算成本，就是讲，你演员一组落来，你敢若录一集名，我袂好，你嘛袂好，因为一集几百块尔。啊，比如讲，若请徐老师对台湾调落去，一集300块，你要考出来对无？所以阮袂当安尼做啊，所以来都爱录3、4集、4、5集。第四，阮的迄个角色就较少，所以阮广播演习也已经办3届啦。阮单元小说的广播剧，敢若用旧年的演员、旧年的学员，其他我都毋敢请因来啊，因为角色无遐尔济。啊，但是阮嘛有差不多50位的迄个演员来演36集吼。即届阮的来宾真济吼，即拢是其实即内底我家己捌的，可能无甲1/4，拢是真济好朋友，大家斗推荐吼。内底李庆华老师，大家应该知吼，海洋的总编辑，啊，郑雅伊是迄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文系博士，伊是对陈玉生的作品真了解一位女性的迄个，要算女性主义的作家嘛，但是女性主义的学者安尼吼。啊，搁陈无真是清代教授吼，清代台文系啊，咱黄飞老师。陈金顺是一个资深的台语小说作家，卢美清嘛是咱台师大的老师哈。啊，再来卢兴昌是新代，地方地嘛新代，宋泽来哈，啊明德是医生小说作家，陈良光是咱的中吼，伊伫咧国外哈。啊，张秀婉嘛是咧国外，苏正贤甲季平志吼。啊，即个季平志甲我帮忙真济。季平志你敢知影？你若上船去参加迄个或者台语文学的欣赏，我就知影伊吼。哦。啊，台语解说是主要是邱良春老师，啊，因为我甲伊配合诚久啊吼，啊伊嘛人嘛真好，就是拢真愿意配合阮的时间，所以伊是属于有使命感的，毋是兴趣的，啊对。再来就是有迄个一寡文书的解说哈。好啊，即届阮真感谢咱老台语瑞士台语社读册班，啊，总共17位读册班吼，阮32个节目内底有36篇。读者的感想，就是这17位帮阮录的。内底敢有读册班，会当举手。哦，这位大姐，这位姊也是，会当互我熟悉者。啊？无吗？哦 ，OK。伊迄有录啦，吼，叶于新是咱读册班，敢若是录好少分啊。啊。春天山尾名上尾一集，吼，上尾一集吼。阮的读册班吼，就是讲，伊一长期拢伫咧线上，伫咧读单元小说的作品。啊，算入去，阮着请这个读册班一人写1篇、2篇、2篇至3篇安尼，啊来报。啊，其实读册班有当写是安尼，就是讲，无一定大家拢真晓讲台语，但是咧，咱感受到因非常有心意，要甲家己的感想分享互听友听，像红 Speakable 即节内底有一个迄个查某囡仔的台语非常臭灵呆，啊，不过伊嘛是就是讲作为生意咧讲吼，所以真感谢咱这个读册班分享读小说的感想。啊，即个单元主要是要互一寡无看过册的人，会当透过伊的感想去反射想要去看册。我是希望，其实我最希望讲即个节目播出来以后，大家较实在单位是啥物人。今仔日来到遮以前，毋知单位是啥物人的，敢会当举手一下，敢有？有无？哦，真正有哦！多谢你勇敢举手。我过去咧讲单位的时候，拢爱先解释一下，毋是迄个欢喜就好迄个哦，是迄个已经80几岁，伫咧加拿大一位退休的老医生，伊写小说安尼吼。我是希望有一天咱免搁解释安尼啊。听着单位，袂去想着唱我迄位，哦，至少文学界袂去想着唱我迄位，想着咱即位，这是我的目的。即届做伊的小说作品，最希望讲，伊有搁较侪人熟悉，因为你看伊遐尼侪作品拢写咱台湾的故事，搁用台语写。啊，去年有单位的迄个文化节吼，啊，有去的当举手者无？哦，有去嘛吼，谢谢吼，伫咧台南。啊，陈明仁，你敢知影？陈明仁老师吼，我迄天才知讲，伊当时才有个性。伊讲当场
就是坐咧台下骹迄个地方镇，地方镇就是第一届、第一任的迄个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馆长郑邦正，伊是第一任的馆长。伫咧伊任内，伊推动一个做台湾文学奖，迄届单面人是评审之一，伊推荐单瑞生的作品，互地方镇，而且伊感觉讲是稳的。因为找无第二个比单瑞的作品较重要。但是迄年呢，诶评审内底除了伊一个台湾派以外，剩个拢华语派，所以单瑞就无当选啦吼，就无摕到奖。伊因为安尼，伊怎啊无爱甲地方镇讲话？听讲几落当看到伊正眼都不瞧他一眼安尼吼。所以单瑞生的作品真正是咱台湾来讲是应该，我感觉你若有要看台语的文学作品，应该去看。因为伊写的是咱即块土地的代志，伊也是咱周围的人的代志，伊写的袂做遥远，就是咱附近的代志。而且伊作品内底是咧写台湾人的善良的一面。因定啊，甲迄个一个嘛咧写台湾故事人摕出来比较，叫做白先勇。咁白先勇这位作家嘛是，应该是台湾是原来是算文学界内底非常有地位，但是伊笔下台湾人。尤其是笔下台湾的女性，拢是足无知识、足无道德，拢是足无水准。但是单瑞生的作品内底女性，拢是足有正义感，拢是足有善良的心、足勇敢安尼。所以你看白白咧写台湾人，白先勇写的拢是足歹。单瑞生毋是讲所有人拢好，伊嘛有写歹的人。但是你会感觉讲，伊的作品就是呈现即个土地真正的人的面貌，伊袂去故意写互做好，嘛袂故意写互做歹安尼吼。所以应该是透过伊的作品会当知影讲，咱台湾真济遐个历史的代志吼。好，即届阮的节目行销吼，因为我其实来做即个节目吼，定定咧想讲我的作品，我的节目到底是要搁上架去网络，大概 YouTube 点阅率。200、300，我定来看迄文雅片，封面啊，一个清凉照的几落万，一个清凉照的几落万，点去也无啥，拢去互骗去安尼，嘛几啊万。咱这用心制作，动员遐尼济人，搁遐尼济专家老师安尼，上好嘛千几个尔。阮即摆已经上架20篇嘛上好就第一篇。规阵阿嬷差不多千几个，1000几个点阅，迄是网红后壁会燃山的搁燃山的。你若网红1000几个，迄个毋敢摕出来。但是阮1000几个点阅应该是20万本啊。大家知我意思就是我毋知影讲到底要安怎甲咱的台语文学、台语的即个相关的，咱毋是凊彩做，咱是真用心咧做，结果嘛是无啥人咧看，这是一个困境。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去行销嘛，无可能用预算落去，嘛无偌济预算所以代表还佫有足济努力的空间。阮有设几个迄个奖就是有问卷抽奖，希望大家有听过节目的，甲阮写一下文章。我即摆嘛，今年嘛足可怜的，即摆只60几个甲阮写文章对，所以同温层内底人真正较少。阮伫咧做三下面的迄个。绘本故事，还佫有100几个写文章，即摆刚60几个对。所以大家，阮佫有2届抽奖的机会1月30日是第3届，再来是3月30日，我要送2本单日的小说，你只要有抽到就是送2本，2本嘛都爱差不多4、500块了。主要是鼓励大家来参与，听过了甲阮写文章安尼好。我想讲，阮台语节目要互大家知影讲是啥物人咧听所以简单互大家知。你看文章甲这63个人写尔但是这写拢是听过，拢是真正听过，因为内底拢有甲阮留言，所以我知影讲伊有听无听，迄一看就知影差不多拢有听。嘛是女性上济要到70项是我是女性的听友年龄这个年龄我感觉较迄个较安慰的是有较少年的咧听我讲的较少年的是36岁到45岁，即样的
有差2成吼，啊，主要是46岁到55岁，自然的是占38%上济，这是阮的主要听友啦吼。但是若讲较少年的，即个26岁才12%尔吼。好，不过咱的质拢真好吼，因为一般以上拢是大学以上的行业，嘛叫硕士班的嘛袂少，你看硕士有3成，所以我咧讲，即就是同温层啊。我感觉是安尼。今日若是讲是大众化吼，应该毋是，应该学历爱较平均对无？安尼等于大学甲研究所占8成，要到9成，惊死人！即我若讲真正咧电台部，真正袂趁钱呢。因为即个人袂甲阮买产品啦。结果我拢做互咱遮的精英来听吼，然后当然是是感觉真安慰，就是讲咱的听友质量有够悬的吼。不过就相对来讲无够大众化，吼。所以我今年2020来新有一个新的案，我相信会当突破同温层。当然，这个来介绍一下吼，再来。职业吼，4项拢是教职人员，吼，这嘛无意外，因为主要人是因为伊对台语的学习有需要，是讲伊想要来教学生囡仔吼，所以就来听阮的节目安尼吼。过来就是7成7个人捌听过吼，所以咱老听友嘛较侪人多啊。安怎听节目吼？来即内底吼，这咱对，上济是透过 FB 知影阮的节目，所以真感谢 FB 顶管出侪咱的合作粉丝台语是安怎讲啊？咱的朋友遐，马总，咱的马总帮忙分享的吼。过来就是这是分组的分享吼，所以你看，这透过媒体，透过迄个社群媒体咧分享吼，真正听着电台广播的吼，安尼尔的吼，所以亲朋好友介绍嘛真济吼，所以敢若去阮电台其实较少啦吼。过来，好，你看即届吼 ，YouTube 嘛是上济3成，算入去手机的即个吼，这就互人较安慰，因为这是爱配合阮的时间来听的吼。Podcast 嘛差不多2成对。过来，你看讲听的原因吼，爱听台语广播，甲对台语小说有兴趣的是较济。这是阮听友的迄个轮廓吼。好，这嘛是阮的新试验，看起来嘛是大家感觉有介意吼，就是穿插导览解说的迄个形态，应该大家听到尾会接受吼。好，大家拢真捧场，就是拢互阮5粒星较济。过来就是有一寡留言，大家当看一下吼。其实这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即摆咧听台语节目、听阮的节目的人，因的想法、因的看法。当然，大家拢咧学了阮，但是就是我咧看讲，因咧写的是啥物款的，会当互阮改进的所在，是讲会当互阮保留的所在吼。好，水气的台语，过来就是用广播吼来呈现安尼吼，所以这拢是对阮来讲，拢是足好的鼓励吼。其实我看到这个文吼，我拢爱看一部吼。我即摆想的就是非常感谢电台的用心，除了增加对小说文本的想象，对吧？对。好，对。看话野手者好无？真正看话野手嘛，是嘛袂少吼，但是就是人看话对无？所以这就是咱。对我来讲，汉语对我来讲是较好接近啦。但是听讲少年来讲是爱白话字较好接近，敢是安尼？恁的经验是安尼吗？因为我一直咧思考，我若要上字幕，应该是安怎上？我即摆是汉罗作为用起，因为少年咧听讲因汉字吼看有，但是袂晓念，就是即字知影意思会袂晓读，若白话字就拢无问题。我看这足辛苦，我大概拢爱约足久。我若甲阿关伫咧通来吼，阿关写过来吼，规篇我着爱目镜摕起来，安尼豆豆仔认一句一句。看我来知影讲咧讲啥，所以当我搁回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可能是10分钟过啊，伊可能在走去困啊，是安怎？这是我加油的所在吼。过来，
这嘛是对我来讲真好的鼓励吼，就是因感觉讲对阮传插一寡遐的迄个介绍，对伊来讲就有帮助的吼。就是佫有一篇是安尼。所以你有看着无？有个人用台文写，有个人用华文写吼。我是较希望讲吼，阮的听友无一定拢干那会晓写台文的吼，安尼才会当较大众化吼。再来，好，我想好，即摆几点啊？歹势，好，时间佫足早的吼。我毋知讲大家等下有想要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吼？因为我嘛毋知讲大家今日来想要听啥。我讲的毋知有下大家要听的无？啊是等下大家会当交流一下吼。我今日主要重点是要讲，就是阮的节目做单位先的即个节目的一个情形。至于伫咧筹备的过程吼，阮今年比较较特殊的，就是因为阮来去邀请足侪专家学者来，所以对我来讲工作量非常的大。嘛定来共死甲差，譬如讲。有人有录，结果我剪无着，有人有录我剪无着的，对人足歹势。但是就是讲，我希望虽然安尼较辛苦，但是互大家听到无共的来宾有无共的角度。你若讲干那请一两个对单位性作品较了解，结果你听到的就是拢，你无就听到足多元的迄个物件。我是较希望讲听节目的人会当真正你用即个时间来听吼，一日拢爱超过50分嘛。会当听到你想要听的内容安尼吼。好我想讲放一个阮的影片互大家看者，好无？就是演戏啊，阮的演戏啊吼，应该无人参加过吼，除了做义工以外吼，对。阮的演戏啊，真正足红的。阮办旧年第3届，以旧年第3届举例就好啊吼。因为阮第2届的时阵。阮10点开始报名，阮先预告，因为第1届就感觉讲，足侪人想要报无着啊，所以阮第2届咧办的时阵，阮就先预告，某时某日的几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我伫咧后台 Google 的表单，咱伫咧后台看着无？大家有无拢知影嘛吼？迄个数字咧跳吼，我讲迄若是咧卖油啊，看偌好吼，结果毋是，迄个数字咧跳吼。3分钟超过50笔的资料入来，3分钟哦，我就紧甲关起来。煞入去电台电话就一直响大家开哦。我拄则镜头上万尔来报袂入去来关起来真正不夸张。所以第2届阮就感觉讲安尼袂使，所以第3届我讲换一个方式，无咱来用紧的。我就讲第一，你若无想要参加配音。请你莫来报名，请你甲名额机会留别人，因为阮要爱是，阮要训练阮的配音员。第2个条件就是你要有台语的认证，你要有基本的认证。第3，你要录一段迄个声音互我听，互阮听，阮感觉会使，才会当来安尼。阮社会组敢若变30位名，所以敢知讲几个人报名？要到100个。阮敢若变30位尔，结果变到100个，即内底拢是足侪拢是台语老师，拢是你知影？阮实在是足痛苦的吼，因为无法度互大家拢来。结果阮爱教60几个淘汰掉，你知影讲？感觉足摇摆安尼吼，其实阮毋是足摇摆，因为阮教室就是阮台南图书馆就是50几个座位尔。大家拢只想要报，结果报袂入来，我对遐个人真正足歹势。所以，阮的演戏也真正足红的。当然，咱也会使，就是讲，因为阮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爱传播较正确的台语。这就是为什么阮嘛是爱自我要求。阮常常拢讲，着听就好啊。较早我的感觉是讲，听就好啊。语言就是要沟通的嘛。问题是，你共讲念着去啊？我最近嘛叫人纠正，接触这个袂当念接触，爱念接触。我自细汉听着拢接触啊，用着着大家拢讲念着去，着准拄好诶。教育无嘛甲收入，但是是讲迄是号做书，号做俗音啦，是讲迄个号做寂寞，你遐台语歌手唱寂寞嘛，寂寞嘛收起哩啊，但是爱念啥物较对？这就是讲，但是咱莫去共拍枪。你寂寞毋对，
你会当下讲，你若咧讲字幕更较好啊，你会咧讲接触也更较好啊。所以大家用即个方式去鼓励，应该咱台语环境应该愈来愈友善才对。